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借着你的话语亲自对我们说话，带领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当行的，赐福引导我们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恭喜凤山布道所以后变成凤山卫理堂，其实你们应该取名叫凤山荣光堂。因为我以前在荣光堂的时候，就好想说，以后我们凤山有凹子底荣光堂、凤山荣光堂、冈山荣光堂，反正荣光堂移出来的都可以这样子。好，不过凤山卫理堂也很美啊哈。那个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要用一个题目，就是基督徒的宣教使命来跟大家分享。请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9章。我们先看9章35节，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个节是了解马太福音的关键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总结了马太福音5章1到9节，1到9，马太福音5章1节到9章34节，所有耶稣的事工就是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医治各样的病症。然后接着呢，就展望耶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单元事工，他就开始培训门徒参与宣教的工作。我想这也是凤山卫理堂最关键的时刻。好，我们现在是一批荣光堂人开拓，现在如果真正要升格为堂会，我们就开始，我们要希望高传道不久变成高牧师，好，然后高牧师呢的工作不是在开拓，而是培训更多人去开拓，这样了解吗？是成牧者的身份是成全信徒，各尽其职，然后呢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刚开始的时候，那个我们的高传道很像徐生明先生，听过吗？他带魏全龙的时候还兼投手。他不但教练，还兼投手教练，还自己下去投，还要兼总教练，对不对？那以后呢，就慢慢的成熟了，人出来了，有人开始去做什么？做投手教练了，然后有做投手了，他后面就专门成全的人，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9章36节到38节，耶稣开始要求门徒参与宣教的工作。我想你们也是面临这样的情形。那耶稣要差遣他们出去做宣教的工作的时候，首先耶稣要他们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，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你们知道胡适博士啊，他本身没有信主，可是他还是每天读圣经，每天读圣经灵修。然后他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就流着眼泪。他觉得整个中国人真的是颠顿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好，那耶稣基督在这里接着马上说什么？他就对门徒说：“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。”好，在这里我们看2个重点就好了。来，我现在是诠释圣经，等一下我们再谈如何应用。来，第一个，耶稣基督很清楚在批判法利赛人、祭司、文士。这一些人很像，他们这些人应该是牧人，结果呢，他们却像以西结那些牧人一样，他们不喂养羊群，专门喂养自己，然后呢，专门拔羊毛、吃羊肉、喝羊奶，有病的不缠果，世上的不去巡回，所以耶稣看到好伤痛，他不像那些牧人。他来的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羊群，而且要他们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换句话说，耶稣不但要医治他们，而且要让他们得到丰盛的生命。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出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怀，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像这样的人，了解吗？好，第二个，耶稣基督就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。庄稼在旧约里面的以赛亚书是讲那个末日的比喻，
万民要聚集在上主的台前受审判，好像收割庄稼一样。意思就是说，亲爱的门徒们，你要看到他们这一些人，如同没有牧人一样，要怜悯他们，像我怜悯他们一样。但是更重要的，要预备他们将来迎接即将来临的末日，这样了解吗？预备心迎接你的上帝。然后呢，耶稣在这里又讲了另外一个对比了，我们外表看不出来。那什么对比呢？他前面是把自己是好牧人，跟那一些吃羊肉、喝羊奶，对不对？吸羊血的对比。现在在这里跟什么？跟骄傲的法利赛人对比。骄傲的法利赛人认为所有的犹太人是上帝要毁灭的罪人，所以这些人是像糠秕一样，要把他们烧毁，了解吗？那耶稣基督是看这一些人是即将收割的庄稼啊，庄稼以后呢？你知道我们家哦，我爸爸在种田哦，每次收割最好的庄稼都做什么？收割最好啊，晒得最熟啊，最圆润的做什么？不是，当种子。我跟我爸爸说，这讲好的，咱的煮来吃，啊是去买上贵的。结果爸爸说，戆囡仔，每年要吃啥？了解吗？所以耶稣的眼光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种子哦，都是好的庄稼哦，啊，将来还要种下去，收成100倍哦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那个法利赛人说：“哦，恁家人细细也好，这样了解吧？哦，这些人都看周遭人都细细也好，所以呢，很像什么呢？那个法利赛人很像中国有一个人哦，叫做我不讲名字了。他说哦，天生万物以养民，民无一德以报天，杀，他一共杀了中国人800万，你知道那个是谁吗？他这个人都该死的。所以呢，耶稣说不对。”这些是种子，是庄稼，要收割来，这样了解吗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从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庄稼，不是糠秕呀。好，不是糠秕，糠秕怎样才要抽坑啦？抽坑了。好，这个是好。接着耶稣又差遣12个门徒，耶稣基督在这里就人生做个转捩点。我们通常都说能者多劳嘛，是不是？耶稣不是，耶稣说要能者多而分劳。以后我们不要整天看说，典会高传道那个典会没修理，了解吗？这么脏，不能这样子啊！以后能者多劳不对，要能者多而分劳，同意吗？你一个人煮饭都要吓死他了，每个礼拜都煮，对不对啊？如果大家轮流煮，就很轻省，是不是？好，大家来共同承担，所以耶稣需要同工，而且庄稼已经成熟了，所以而且还要照顾流离失所的羊群，所以耶稣基督就培训人一起做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就要鼓励我们的牧者都做培训的工作，我们大家更多人一起来收割庄稼，一起来牧养羊群。这是耶稣基督，所以耶稣就给他们权柄。好，还来接着我们来看10章5到6节。10章5到6节，我们很惊讶，耶稣差遣12个门徒，吩咐他们说：“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去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耶稣怎么有地狱之见，有种族的偏见？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你们读这个圣经，你们觉得很奇怪哦？其实一点都不要奇怪。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完全听从上帝的命令，愿意遵从天父为他的使命所限定的范围，所以他要把上帝的计划延伸到全人类。那个先决的条件就是耶稣受苦难跟复活，那时候就把一切的界限打破了。所以耶稣虽然为罪人死，但是所有人都罪人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？上帝把耶稣限定在以色列的境内，然后马太福音呢，在福传的时候，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，那个视野就打破了全世界观。所以我们好不好？凤山卫理堂好好的来传福音。有人说我们愿意传福音到南极洲、到北美洲、到非洲、到大洋洲，就是不肯传福音到他4周。对不对？我们应该传我们这4周的啦。
我们这边的凤甲国中、五甲国中，对不对？凤新高中这些人就是我们的合场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要想说我们要去拉巴蒂啦，去左营高中啦，我还行啦，那个是撒玛利亚。我们先在哪里传福音？先在耶路撒冷，再过来犹太全地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做福音工作先有什么样现实感，从我们这里开始，这样子的哈。好，最后一个具体的做法，10章7节8节。他说：“你们要随走随传，说天国近了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得去。”好，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他们天国的信息，天国信息也告诉他们天国的救恩事工。好，信息就是天国近了。那救恩事工是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。所以他就给门徒这些权柄。好，那我们解释圣经解完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怎么应用这段圣经，怎么应用在我们身上？好，我们来反省怎么应用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耶稣基督动了怜悯的心。福音工作是从怜悯的心开始。你知道吗？一切耶稣基督对群众怜悯，他对人的痛苦感同身受，所以他就涌出强烈的怜悯心，所以他心中整个洋溢着上帝的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他看见许多人外表好好的，但是他看到他们背后心灵的痛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。所以他看到这一些人，他不被外貌所骗，他看到这些人受欺凌、遭撕裂、被分散、被强暴、脱离羊圈，进入豺狼之地，毛被拔去，满身都是创伤跟流血，而且近半死的昏厥状态。所以说怜悯他们，所以他就要把他们领他们进入羊圈，亲自喂养他们、牧养他们，来照顾他们。所以我们现在也要学习耶稣这种怜悯的心。耶稣基督也用这样的心来看我们，他看我们掩藏在忙碌跟娱乐的背后，其实我们精疲力竭、软弱、忙碌的忙、盲目的忙，跟茫然的忙。好，他看到我们都具有上帝的形象，结果人最后我们偏离了正路。他呢，这个大爱牧人把我们找回来，找回来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去怜悯我们周遭的人，好，把他们带到他们主人面前来。所以我们开始求主给我们对我们的家人、对我们的邻里、对我们的同学都动怜悯的心。我最近想到我已经60岁了，明年要退休，我传福音的对象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现在都想我以前的同学。我小学同学1到4年级的同学，我们班上61个，我每一个都还记得住。啊，5、6年级的我们班同学59个，我现在每一个都记得住。不但记得住，而且我们现在都想办法都办同学会，把他们带来。那我初一的同学初一只有一次见面1年而已，64个我还记得61个，真的61个。那初2到初3，因为我都是最好班嘛。我们班上30个人来考雄中，考上28个。那我们的同学到现在都还有联络，每天都有赖。那我高中1年级那一班54个，我就记得。然后你看我大学同学60个，我还记得64个。你看我已经大学毕业30几年了，40年了，都记得，还就为他们祷告。我很奇妙，高二因为我高1读一班，高2又读一班，高3就去逃到台北了。我台北那一班，我们班上我都还记得，全部都记得。为他们祷告，怜悯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是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人来。你的亲戚朋友，你想一想，如果你死了那告别式有多少人来？了解吗？你们最好现在去看一个电影，现在有个电影叫什么？我并没有那么坏，听过那个电影吗？石泉跟那个什么，石泉跟何春友，你们去看很精彩。我并没有那么坏，就是有一个女强人，什么都要操控人结果结果呢，他看到那些
写那个讣文的人哦，他说写这些都是屁话，啊，恶心，都是假的。他说，他就找一个那个专门写那个人说，你怎么写那么假的？那些人我认识都很糟糕。来，你帮我写一个。他说啊，你还没死要写，先写。然后好，那他就给他一串名单，请他去看他所有的朋友。结果每一个人都说，他都说你啊，你超级恶心的，你这个好坏。那你的朋友、你的亲友都没有人理他，连他的前夫说拒绝看他，恨死他了。结果看他的女儿恨死他了，不跟他讲话。说他开始反省说：“哎呦，我要死了怎么办呢、啊？”了解吗？他一开始做一些美好的事，说我有做他留点功德，让人家那个 OK。结果他那个，你知道他那个问那个牧师啊，问他们那个教会的牧师，那个教会牧师想到这个人脸都，我极其痛恨这个姐妹，他最好不要来，了解意思吗？啊，结果他最后让人家感动，让人家改变整个生命改变了。那我问大家啦，你要不要想说，如果我要走了，这次礼拜会有多少人来参加？啊，这些就是我传福音的对象，了解吗？赶快跟他传啦！最后一个，这个是蛮有趣的。好，我们再来默想：庄稼多，工人少。耶稣基督看人是看他们是庄稼，看他们是种子，看他们是可以再生能力的。好，那请问我是不是庄稼？了解吗？上帝这样看我呢？所以我今天要从神的眼光看自己，不要从人的眼光看自己，同意吗？真的，你在神的眼光里面你是很有价值的。有一次哦，我妹妹从台北回家啦，啊，我们邻居哦就看到我妹妹说：“哦，你买主啊，等来哦。”我妹妹叫属猪了啊，我妈妈都叫她买主啊，就丑的猪啊，买主啊，等来哦。在她讲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哎，对哦。我妹妹，我看前面那个人，台科大的教授呢。我妹妹是台科大的教授啊，退休了，了解吗？是台大的博士啊，一个很优秀的人。啊，结果我妈妈说卖主啊，你知道我们的文化都喜欢讲，我都自己也卖嘛，了解吗？卖主啊，我爸爸以前怎么叫我？你知道我妈妈怎么叫我？我妈妈叫我不中用啊，不中用的啦，啊，不然就叫我西罗崩，啊，不然罗崩西。就死在路旁的尸体啊，没有人帮你捡的啦，老崩西啊，这个算好听的，还有更高级的叫做看不起啊，听懂吗？你们台湾人听得懂？台湾人听得懂？看不起就是没有人收尸体用本机盖着的，自己的亲儿子都这样讲啊，好难听啊。我们的文化都是以比较讲到人家卑劣感啊，其实上帝看我们是尊荣的，对不对？论到世上的圣民，诗篇16篇第1节，他们又美又善。是我最喜悦的，了解吗？所以论到今天4位的姐妹，你又美又善，你要怎么说？你要怎么说？你要说谢谢，阿门，阿门，因为上帝这样讲嘛，了解吗？这样子，所以耶稣基督不但看我们像庄稼，而且看我们也是收割庄稼的工人。哇，太精彩了！你这些庄稼把它收割出来，会产生再生呢。荣光堂跟凤山卫堂，如果有更多人愿意有这样的心的话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以前我们凤新有一个小女生信主了，她就带他们一整票人来。你看现在还有好几个留在荣光堂，整批她都在带人来，产生福音的再生性。打这个好，我们再看来第3个10章1到4节，那个使徒。今天牧者要成全我们这一些人，那我们有一些人说：“哎呀，我又不是使徒，对不对？我也学问也不怎么好，对不对？什么都不怎么好。”哎呀，不要这样讲。来，我们来看使徒。第一个，使徒这些人呢，都不是非凡的超人，是极平常的人，同意吗？他们没有学问，没有财富，没有社会地位，对不对？每一样都很低，唯独血压高。开玩笑的啦，结果他们只不过是能够把普通的事做得特别好的普通人啦，这样听懂吗？这不是你我的写照吗？如果我们所以现在有句话说，认真的女人最美，认真的男人最美这些使徒们呢，耶稣基督看我们每一个人，不只看我们的现状，他也看到我们在上帝
眼中的潜能跟潜力是可以突破、可以成长、可以改变的。说完句话说，平凡的人也可以做出不平凡的事，这样了解吗？就这样子。有一个姐妹啊，一个牧师啊，帮一个姐妹带那个追思礼拜，结果吓死了，如果来500-600人呐、啊，这姐妹平时也不怎么样，啊，他就问她说，就问那个姐妹的那个女婿啊，说，你岳母该也很厉害呀，就让他参加。你那个岳母到底怎么死的？他说被他们家的那个驴子踢死的啦，驴子抓狂把他踢死了。这些人来参加怎么会来参加？没有，他们想买那个驴子的，他们争着要来买那个驴子，当然这是开玩笑的，是这。那我们这些平凡的人，只要放在上帝手中，了解吗？你说那个人5000两，3000两，多么多啊？我1000两。我告诉你啊，3个诸葛亮胜过个臭皮匠，同意吗？在神的眼光，我们是诸葛亮呢。你不要以为我们是臭皮匠，在神的眼光，我们是诸葛亮3个诸葛亮一定胜过个臭皮匠嘛，对不对？因为3个臭皮匠都胜过诸葛亮，何况3个诸葛亮一定胜过臭皮匠嘛。在神的眼光里面，我们是诸葛亮，同意吗？嘿嘿，对不对？而且在神的眼光里面，我们1000两合起来就5个就5000两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6个合起来就6000两了嘛，就不怕。我们的同心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使徒们都是这一些人呐。使徒真正的弄些人更出来是会对，更者没更，但是在耶稣的手中里面就可以怎么样？无穷的潜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们是不寻常的的组合啦。为什么？这一些人，这一些人外表看不出来，你从他的希伯来名字来看你就知道有是渔夫，对不对？马太是税吏，请问税吏被当作卖国贼嘛？被当作油监嘛？听懂油监吗？那个出卖中国人叫什么？汉奸。出卖台湾人叫什么？台奸。出卖犹太人叫油监。所以他们是油监呐。所以他们替那个罗马人替油监。请问混血党的西门呢？他是想革命。而且用武力革命，而且要把罗马人赶出去。他第一个要赶谁？赶这些税吏的。以前那个八国联军来之前，那个满洲帝国里面专门在看外国的那个是什么？义和团呐。义和团要杀的时候，先杀什么？先杀二毛子。什么叫二毛子？红毛子是洋人呐，基督徒叫二毛子啊，了解吗？嘿啦，牧师叫二毛头啊。这一些人想革命的人就要杀他但是到了耶稣手中呢，他们变成同工，这样了解吗？上帝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个性一样，气质一样，哇，太好了，不是。耶稣的组合里面就这些人，这一些人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想法，但是他们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，同心合意。若同你心就不同我心嘛，同意吗？若合你意就不合我意嘛，怎么同心合意？我们大家都放心，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同意吗？仁义两义两皆放弃，什么？寻求上帝的旨意，我们就可以来。他们因为耶稣基督这样子结合起来，所以今天你们不要觉得人少。当年福气教会要开始创办的时候，就是有一个牧师下来要创办只有5-6个人。我跟他讲说，你最好找12个家庭啊。就他们找到12个家庭，你知道现在他们多少？2000人，同心合一最重要。好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个堂会是一个同心合一的团队。我们来开始新的开始，然后我们盼望每个礼拜都宣讲天国的福音。所以，请大家注意，如果可能的话，我们每个礼拜聚会都邀新朋友来。你们不要以为说今天没有布道会啦，不是啦，上帝的话语对于信主跟没有信主的人同样有功效，了解吗？上帝的道是两刃的利剑，圣经上以赛亚书说，上帝的道绝不突然返回，必成就他所做的事。所以每一次都尽量邀请新朋友来。我大学时候我一信主，我真的每次都邀请人来的，
每个礼拜都哇，所以礼拜二、礼拜三就跟同学讲说，跟做实验室同一组的说，你不要跑，这礼拜跟我去教会，了解吗？礼拜四说你已经答应了，不要跑，我在那边等你，好了解吗？我每天就这，我常常有时候一去聚会都带10几个人，有时候带8个人，都是我们同学呢，而且多远，你知道8公里呢？你知道我读哪个学校？听过这个学校吗？逢天下之蠢材，甲全国之学费，有没有这个学校？哦，逢甲啦，我就是读逢甲。那结果我跑到那里去，他忠孝路去聚会呢，你知道吗？忠孝路在中心大学旁边呢，8公里呢，我还是邀请人去呢。那如果我同学都不来怎么办？好啊，你不来没关系，我就去中山大学敲门呢。一个宿舍这样敲门，去男生宿舍敲门，不是女生宿舍。一敲门，哎，有一个人看到我敲门，吓死了。他1楼，他就从窗户跳出去，他跑到2楼去。结果我又敲门，对不对？跑，结果跑到4楼的时候呢，我看到宿舍，看到有一个人，哎，怎么用棉被盖起来呢？我就把他掀开。他说啊，我跟你去。那一天他就信主了。我还有一个同学拒绝我35次。35次的，每次我要聚会都骑脚踏车到他家门口说：“来啦，拜托我来教会啦，听演讲啦。”他说：“哦，不要啦，我下礼拜啦。”下礼拜说：“哦，下礼拜，好，保证下礼拜，一直给我下礼拜。”我就猜说你到底你口袋里面的布有几个？我跟你拼到底。最后他有一次他布讲到不好意思了，他说：“好来，一来就信主了。”上帝的话语，所以我们传福音哦，天国的信息每个礼拜都在讲啊，你知道吗？30个人听跟20个人听跟100个人听，请问高传道你会不会100个人听就会那个道就淡了？不会啦，一样听了都有那个，所以最好的就是这样，天国信息我们就这样努力好不好？邀请人来，就要像我们这个帅哥来，一来就全家来。所以你上次我来了没有来的时候，这个教会就减弱了，一来就教会增长，好有趣。我认识一个宣教士，他生的孩子不多，只有12个，我生12支派，所以他们夫妻每次来到聚会，哇，就教会就增长，而且他们孩子训练到3岁、5岁、6岁、7岁都做着专心做礼拜，我很佩服他们。反正就是好好邀请人来，天国的信息。第二个，全能的布道行动，医治病人、使人复活、洁净大麻风的、赶逐污鬼，这些有双重意义。意思就是身体上之间可以康复，另外一种是心灵上的康复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举个例子，麻风病我们现在没有麻风病的了，因为麻风病有特效药了，所以没有了啊。我对麻风病印象最深刻，因为什么？我是我们村子，我住的村子啊，屏东县枋寮乡水底寮，我们水底寮有天时地利人和，那我们那个村子是全台湾3大麻风村之一。另外一个是那个澎湖白沙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呢，所以我们村子有1000多人被关了麻风病院。那个麻风的人，他里面他的整个面貌都扭曲，而且他被火烧不会痛，被割刀流血也不会痛，他完全麻痹，按脸都很难看，整个扭曲啊，甚至有的眼睛都掉了，有鼻子掉了，剩下这2个那个，我看起来很恐怖。好，那你想一想，那象征罪恶而污秽人的生命、思想、心灵，所以使沾染他的人都不洁净。那意思是什么？一个照着上帝形象的人，这么美的人，怎么被扭曲呢？所以耶稣基督呢，要我们传讲福音，好像罪恶属灵的抗生素，了解吗？把他们医治好，恢复上帝的荣美，在这里是这样子。所以真的不用怕。我有一次要去教会聚会嘛，坐公车，突然有一个男生长得又高又壮，然后呢满嘴3字经、18字经、13字经，那侧干哪掉，他的手这边都有血，这样咬牙切齿，好凶啊！我坐在他旁边，我跟他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凶呢？”他才考上高1啊高2，因为我高3读强术嘛，我们那流氓学校太多了之后，所以我跟他握他的手，我说：“兄弟啊，你到底有什么困难啊？”我就很凶。那我跟他说：“耶稣爱你。”这样讲，哎，心就软了。那我就带他去我们教会，他听了以后很感动，就信主了。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：“陈大哥，你有什么事没关系，我找兄弟替你摆平。”不用。
这个很可爱，你不要看他很凶哦，外表里面有个柔软的心呐、我就带他祷告，我说：“上帝，我需要你。”结果他祷告说：“上帝，我需要你。”我全车人都听到，哎呦，我看他还大声。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，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。哇，鬼家人都在夸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真的，上帝的话能力有权柄，所以我们经常邀请人来。第二个，真的不要看那外貌，需要一些人关心他们破碎的心灵，用外表的掩饰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看我们不是糠皮要烧掉，你看我们是庄稼。主啊，你看我们是种子，主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种子。主，你更看重我们是收割庄稼的工人。主啊，帮助我们这个教会开始培训更多人，能够我们成为一个种子，也能够成为一个工人，去收割庄稼，让这个教会兴起更多的人出来传福音。主也帮助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崇拜都能够邀请新朋友来，大量领受福音。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把这个地方爆满。主，让我们能够租更大的地方，甚至我们分2、3堂来聚会。求主引导、赐福、带领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